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年糕开始受到民众的热捧。这种春节特色食品一年只出现一次，对华人来说具有深厚而特殊的意义。年糕是农历新年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之一。这种糕点也被称为中国年糕或田螺糕，因其口感软糯黏甜，制作工艺与印尼传统萝卜糕相似而得名。年糕象征着富足、好运以及新一年财运提升的美好期望。在靠近哈达广场的达曼西刷，年糕销售开始热络起来。摊主阿兰介绍，年糕属于年度应节食品，只在春节前夕出售，平时并不供应。制作年糕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粉，需要经过大约10个小时的蒸制，才能形成富有弹性又黏糯的口感。Buat dari ketan, kukusnya nak 10 jam. Yo, keliling airnya, tak boleh dibuka tutupannya, baru masak. Ketan tuh lah dia nih. Iya sama gula merah. Biasanya ketan sama gula merah. Imlek ya, Imlek deh aduh. Hari biasa tak katik. Yo hari Imlek deh. Lebaran mau Dennis baru ada。在价格方面，年糕根据大小不同而定价，小号售价2万印尼盾，中号3万印尼盾，大号5万印尼盾。这样的价格都被认为相当亲民，也与其耗时较长的制作过程相匹配。阿兰也表示，希望今年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能够热闹举行，并为所有庆祝佳节的人们带来美好、祝福与富足。Muhammad Aidil Pal TV